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光复乡的救灾。当时有一对姓林的翁仔某入去工寮摕物件，到单也未找到人。因的查囝是每日修理的现场，喷这个妈妈上爱的绿油精，希望用味牵引爸母倒转来。即摆总算找到这对翁仔某所驶的车，是台里的近亲的烂土地。家属是真感谢，希望刷落来会当赶紧找到人，甲因带回去。他应该整台车都在里面了。哎呀，拢里面啊！伫北华一站路管的蓝土内底，找到一顶车牌，和特搜警员拢正激动。里面啊！规台车空卡翘，车辆的顶悬扛一沿高高的土沙，低速车体严重变形，两台怪手伫边斗殴。有人吗？要抱上去啊！你在跑起来哦！车顶无离拦车，严过特搜警员将车牌挖出来，有亲友指认证实，就是失去联络姓林的迄对翁仔某的车。姓林的这对翁仔某入要工寮收物件了后，到单下落不明，因的查囝日夜等，每夜等，现场喷因老母上爱的精油，希望用气味来牵引，互爸母会当量早互找到。一天等过一天，目前也未找到人，严过先找到车。负责搜救迄个区域的屏东县特搜警员，伫民众老尾看到这对翁仔某的所在，会由离桥800公尺迄搭位啊，找到带地土沙卡的车。我们经过空拍及水域分析，在下方约800至1公里处，树林中发现车辆。搜救的画面放放去伫网络顶，加上伫下骹留言感谢。多谢恁找到阿姐甲阿姊的车，希望刷落来会当赶紧带因转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